離島力量，城鄉之聲，黃秋平如何帶動港島西新發展？立即聽聽支持者的真心話。我認識秋平咧都有10幾20年㗎啦，佢真係親力親為，用心去幫居民各樣發展。佢好投入，好用心，真係去做，同政府部門溝通啊，做一個橋梁。秋平主席咧係一個好有衝勁、好能幹嘅女性典範啊！無黨無派咧，對我哋市民嚟講就真係最好啦，因為佢唔使就好多黨派嘅限制啊嘛，佢係好自由去做。對於嗰啲交通情況咧，佢真係次次都親力親為去實地視察。佢咧就有衝勁啦，肯發言啦，肯講，肯去為市民爭取福利。我哋地區有咩事發生，佢都第一時間去落現場去了解，同埋咧同政府部門咧去溝通。咁我哋都係要支持3號黃秋平。12月7日記得投票，選出你信任的議員。